鸟仔囝找妈妈。阿母，你看我载啥物转来？兔仔囝圆仔转去兔仔树，喙里夹一只细只鸟仔囝。哎哟，你是伫倒位找到的啦？兔仔阿母挖过来看，伫溪仔边啊，伊哪像昏去啊？安尼爱紧甲架被，看小等一下会精神无？过一阵啊，鸟仔囝醒啊，圆仔紧甲伊问：你叫啥物名？住倒位？我送你来转哦。我唔知影我住倒呢，我妈妈拢叫我宝贝啊。宝贝，阮爸爸嘛叫我宝贝。兔仔阿母问鸟仔囝：你敢知影家己是啥物鸟啊？我敢若知影阮爸爸妈妈拢有空色的毛，飞起来足水的。圆仔大声喊大声讲：好，我陪你来去找。兔仔树外口拄好有一个泥布鸟的树，共泥布鸟的脚趾片甲尾拢有空色的毛。圆仔好咧啊，甲泥布鸟老爸讲：借问一下，这只鸟仔囝敢是你的囡仔？泥布鸟老爸飞过来看，摇头讲：毋是哦，伊较大只，我较细只，伊无可能是我的囝啦。惊一困啊，因拄着当咧掠草莓仔的花仔花箱，圆仔一看到伊的头壳顶和喙皮遐，拢有足水的空色的毛，连面大声话：请问一下，恁兜的囡仔敢有走无去？一听到囡仔走无去，花仔花箱紧飞落来看互详细，讲：害我惊一条，这毋是我的囡仔啦！我身躯顶面的色水加真济款，人华语拢叫我五色鸟呢。连续两只鸟仔拢讲毋是，鸟仔囝听到险险要哭出来，伊讲：我惊会找无妈妈啦。圆仔紧甲安达讲：莫紧张，有我陪你，咱过来问看卖哦。行过树那边，因远远看到一只当咧散步的红脚，圆仔足欢喜，话讲：你甲伊生了有相呢？讲完，伊随撞去问：这只鸟仔囝敢是恁兜的囡仔？红脚稳稳啊行过来，讲：毋是毋是，你看互清楚，我的目孔边啊拢是红色的毛，伊的无安尼哦，而且伊的喙是红色的，和我的无同款呢。因两个只好继续向前行，行过一个水窟啦，看到伫边仔当咧掠鱼的钓鱼翁，圆仔发现迄只钓鱼翁有空色的毛，而且下面的喙是红色的。圆仔随甲问：请教一下，恁兜的囡仔敢拢有伫咧厝？钓鱼翁头挖过来应讲：啊，你是咧问啥？圆仔紧接咧讲：是咧啦，这只鸟仔囝要找妈妈啦，请问伊敢是你的宝贝？毋是哦，毋过我看伊真像较过迄带长尾山羊呢，你紧带伊去遐问看卖咧。搁行过去就是溪仔边，鸟仔囝足紧张，甲圆仔扭咧，问讲：迄若毋是我的爸爸妈妈，要安怎？圆仔甲鸟仔囝的头壳搔搔咧，
笑笑啊，甲伊讲：无要紧，咱阁有时间啦，才阁来找就好。看看啊，行过去溪仔边，看到顶头飞两只色水介水的鸟仔，伊仔当要开喙问，无想到鸟仔囝已经大声喊讲：爸爸，妈妈！迄两只长尾山羊随飞过来，足欢喜，甲鸟仔囝揽条咧讲：宝贝，你是走去倒位？